继续进段消息，在野党发动弹劾着总统赖清德，早起伫立法院举行着听证会，邀集着政府代表甲相关的人士到场表达意见，而且由国民党推派着立委进行询问。不过，民进党团并无邀请到专家学者，嘛无推派到立委来询问。民进党的立委曾水雄讲，无要陪拿白来做政治表演。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来回击，讲因为总统无爱做正经代志，所以因今仔日才做这件正经的代志。挑战宪法红线。赖清德基本上就是一个宪政杀手。庆考上阵总统赖清德，立院今仔日针对总统的弹劾案举办专院的听证会，国民党立委王晓玲伫咧这顺台炮火正猛，搁找专家学者做回来背书。如果拿那个德国的希特勒来比一比，可能还可以啊。毁宪乱政的这个现象啊，是少数。压霸的总统啊！在野的立委议场内是真激动，不过看现场敢若拿白出席。民进党团若无邀请专家学者，嘛无推派党籍的立委来发言。专院的听证会，秘书是在野党家己咧搬戏。民主进步党，我们不陪这些公子在立法院里面在做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表演弹劾案那其实宪政的一个设计是非常高的一个门槛，就算他们联手这个案子也不会过。想要成功弹劾总统有偌困难？根据我国宪法征收条文规定，就要经过全体立委2分1以上上无57席提议，经过3分2以上上无76席的立委决议才会当通过。照那样目前的席次是无够标准，所以来互宪法法庭做审理。现有的大法官就要3分2以上参与评议，搁要超过半数同意才会当成立。甲被弹劾人该读职务，民进党团嘛定调5月19迄天要立场来投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个才脑袋瓜可能才有一点问题就是因为赖清德不做正事，尽搞破坏，所以我们今天才要做这项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的正事。面对在野这么强的攻势，立营零处理，总统的弹劾案，调野继续高峰。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